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的心中，中途会拄着济济困苦、忧愁，伫茫茫的困境中失去方向、甲平安。伫黑暗内里，咱也常常用讲袂出来的痛悔来代替祈祷，但坚固的信仰，互咱知影主拢咧听，知影咱的交托。咱的恳求，亲像伊是伫架顶，为着疼咱，为咱所流血血，伊喊咱所入的药，甲伊对咱的疼，永远袂会改变。宝贵的时间。
上帝的有疼甲恩典伫咱心内运行，要照着上帝的美意，我可以互咱特别的平安甲喜乐，来帮助心内忧伤痛痛、赤煞的灵，用疼人的行为来显明基督的疼，用光来照伫咱身躯边的人，互伊得到对天的属天的喜乐甲平安。这也是咱伫基督的信仰中得到的礼物。咱要将这份礼物安慰甲分享咱身躯边的人。活出疼。
主啊，我伫遮，求你去提醒我，听我恳求的声。我虽然是卑微无血力，但是求你小赐我智慧，也小赐我才情，为你所用。虽然我的意愿。 所行的脚步，拢是你所小赐。求你帮助我的肉体，坚固我的心智，互我一生跟对你的脚步，无伫差错，直到迄日欢喜见你面。主啊，我伫遮。 照顾阮一礼拜平安度过，安尼恳求，感恩，我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